过来是中国抖音的洗脑神曲科目3。最近这段时间是有够呛，台北市的宁夏夜市为着要请人来洗夜市，是特别来举办着科目3的跳舞比赛。这场的比赛嘛吸引着真侪国际媒体来报道，再一次来拍开着台湾的知名度。 挂乌人的目镜，穿动漫的服装伫跳舞，佮将抖音的歌曲改做闽南语版。宁夏夜市25办这个舞蹈比赛，有真侪大人甲囡仔参加。动感的画面，连外国媒体嘛有报道。 印度卫星电视伫当地新闻中以科目3的舞蹈伫台湾真情为标题的报道，佮有看真侪参赛者表演的画面。连这个几亿人口都可以关注到台湾这个话题，东南亚国家更是转载的很多，包括我们越南、菲律宾哈，我想都很足以来吸引国际观光客到访台湾的原因。 台北时报故意病毒式的传播，形容科目3伫台湾的热度，除了介绍对这个节奏的跳舞以外，佮详细报道少年囡仔穿皮外套、关靴伫跳舞的画面，嘛讲有真侪骑车的人骑真好骑伫观赏，有讲到蚵仔煎加臭豆腐，和佮较侪外国的朋友了解这经典的夜市的小站。 新加坡海峡时报是引用民众的讲法，讲敢若所有囡仔拢知影要安怎跳，嘛讨论到捌引起的舞蹈争议被当作是中国的宣传工具。夜市这边是回应讲，单纯是为着做生意。一个议题可以引起外界对台湾的关注，我觉得不错。 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美食什么的，不一定是要美食本身去吸引他们，可以让国际知道台湾，可以吸引观光客来台湾，然后来玩，然后促进文化的消费。虽然捌引起科目3武统论战，不过比赛依然吸引海外媒体报道，业者甲附近的学生拢乐观的看待，认为讲会当提升台湾伫国际上的能见度，可包容多元文化，赚观光财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